歡迎嚟到半夜茶間。今日想分享嘅唔係一本書，係一句喺網上面聽返嚟嘅說話。引文開始：人生裏面最難學習嘅係過邊一條橋，燒邊一條橋。引文結束。英文嘅原文係：The hardest thing to learn in life is knowing which bridge to cross and which to burn。嘗試過喺網上面去揾係究竟係邊一位朋友講呢句說話。咁有啲渠道就係話係 Bertrand Russell， 有啲就話係 David Russell。咁不過好似比較上多人係 quote 翻係 David Russell 所講嘅，係一個吉他手。今日呢個題目聽落好似好激進啊，但其實我想講嘅係點樣喺人生裏面做選擇呢？有時我哋要決定行邊條路，過邊一條橋，有時又要決定邊一啲嘅關係，邊啲嘅工作習慣啊等等，係時候要放手，要燒橋，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係咪有個過橋抽板嘅遊戲啊？玩呢個遊戲嘅時候，每行一步都要諗清楚，因為行咗就冇得返轉頭。人生有時都係咁，唔係每條橋都可以自由來往。有啲決定一做咗就冇得返轉頭。當然，過橋抽板係另外一個概念啊。今日我想用輕鬆啲嘅心情，不如探討下呢一句說話，思考下，呢句說話可以帶嚟人生唔同嘅思考，人生嘅抉擇。喺聽到呢句說話嘅時候，其實我就會諗起1998年嗰套電影《Sliding Doors》，緣分兩面睇，係 Gwyneth Paltrow 做女主角嘅故事，講佢趕地鐵。咁一個版本就係佢上到車啦，另外一個版本呢係佢上唔到車。咁成個電影成個故事其實就係講佢上唔到車同埋佢上到車嘅人生就有咩改變，有咩唔同，就係因為咁簡單嘅一個 moment 發展咗兩個完全唔同嘅人生軌跡。電影入面有句對白係咁講嘅：No one knows what might have been。冇人知道另一個可能性會係點。呢句說話其實講中咗好多人喺心坎裏面。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諗，如果曾經當時我揀咗另外一條路，我而家會係點呢？但係諗深一層，其實我哋每一日，我哋喺度都做緊好多唔同 sliding doors 嘅 moments。朝頭早搭邊架巴士，lunch 去邊度食飯，放工行邊條路返屋企，其實每一個細微嘅決定都可能改變咗我哋嘅人生。Barry Strauss 喺佢本書《The Paradox of Choice》選擇的弔詭入面講過，太多選擇反而會令人焦慮同埋唔開心。佢話現代人面對太多嘅選項，結果產生選擇困難症。我哋成日驚揀錯，成日都驚有冇做錯決定，引致現代人都好多焦慮。咁到底應該點樣去選擇過邊條橋，燒邊條橋呢？以下有幾個思考角度，我覺得我哋可以諗下。第一，要識得分清楚邊啲係真正重要嘅橋。不過當然呢個講就好容易，喺我哋喺現實生活之中要做每一個決定，其實都要考慮嘅資訊實在太多，所以我哋先至會焦慮。好多時我哋做嘅決定都係喺嗰一個最 best informed 嘅情況，一個最足夠資訊之下去做嘅決定，但係呢個亦都唔保證會有好嘅結果。好多朋友可能喺20歲、30歲、40歲嘅時候，有好多人生嘅交叉點，要決定去做咩工作，或者係選擇咩伴侶，或者生唔生小朋友，可能
會掙扎咗好耐，然後喺當下就做所謂最好嘅計算，做決定。最後若干歲月之後，可能會問翻自己：如果我80歲回望，會唔會後悔自己當日嘅決定呢？第二，我哋要明白，唔係每條橋都要即刻過，有時候等待都係一種智慧。老子講過，靜為躁君。喺急速同呢個急進嘅時代，保持冷靜清晰思考，先可以睇清楚邊條先至係真正值得過嘅橋。日本茶道講嘅概念嚟解釋，茶道講嘅一期一會，即係話每一次嘅相遇都係獨一無二嘅，要珍惜當下。但係同時，茶道亦都教我哋要有耐性，唔好急住做決定。沖茶都要等水溫啱，人生嘅時機都要等。第三，要識得聽自己內心嘅聲音。Steve Jobs 喺 Stanford 嘅演講講過，引文開始：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你嘅時間有限，唔好浪費喺其他人嘅生活。呢個令我諗翻起塞內卡講嘅，只有完全為自己而活嘅生命，先至係我哋自己嘅。好多時我哋揀嘅橋，都係因為其他人嘅期望、家人嘅期望、社會嘅期望、自己俾自己嘅期望。但呢啲係咪真係我哋想過嘅橋呢？我想分享嘅係，可能係年輕嘅時候，電話簿真係上面有好多人，好多聯絡。可能我哋每一晚放工都有好多聚會，好多飯局，好似真係識好多人咁樣。電話簿真係好厚。但其實年紀漸長，有家庭或者有子女之後，其實已經唔會有咁多時間可以去進行咁多嘅社交活動。同時，究竟呢啲社交活動係咪真係朋友呢？定係 networking 呢？呢啲係我真正嘅朋友，定係 acquaintance 泛泛之交呢？時間都係資源，係我哋嘅人生。電話簿上面，我哋要加幾多個新聯絡，定係要刪除幾多，都係人生要學習嘅。講完過橋，而家講下燒橋。燒橋聽落好似好激進，但有啲時候斷絕某啲後路，反而係明智之舉。西班牙征服者 Hernán Cortés 喺1519年去到墨西哥之後，下令燒咗自己條船。點解呢？因為只有咁樣，佢啲士兵就冇得退縮，只可以向前奮戰。有啲時候燒橋就係為咗逼自己全力以赴。但係要記得，燒橋唔係叫我哋亂咁同人哋反面，反而係要學識適當嘅時候放手。山下英子提出嘅斷捨離，斷係斷絕唔需要嘅嘢入屋，捨係捨棄屋企裏面多餘嘅物品，離係脫離對物品嘅執着。呢個概念唔只適用於物品，仲適用於人際關係、工作，甚至係我哋嘅思維模式。有啲橋我哋行過咗之後，先至發現係 dead end， 或者我哋會不停咁樣喺度兜圈。咁理性嘅就要有勇氣燒咗佢。但係咪人真係咁有理性嘅動物呢？好老土嘅一句，有時候愛一個人最好嘅方法就係放手。呢個唔係話我哋對我哋嘅家庭或者子女或者朋友，我哋要放棄佢哋，而係喺某啲嘅選擇或者執念或者係轉牛角尖，其實我哋係可以用另外一啲嘅方式或者思考方法去處理我哋嘅關係或者係事情，咁樣可能會有更好嘅效果。快思慢想嘅作家 Daniel Kahneman 提出嘅沉沒成本謬誤 Sunk Cost Fallacy 係話，
我哋因為已經投入咗好多時間、精神、金錢等等，所以繼續堅持一啲其實應該放棄嘅嘢。呢個應該好多人都聽過。其實喺好多嘅情況之下，都應用得着呢個概念，好似賭錢、投資啊等等。好多人因為覺得自己已經投入咗好多時間、精神、金錢，亦都會迷信自己下一鋪會贏得返晒。所以無論個遊戲佢輸咗幾多，冇咗幾多錢，冇咗幾多時間，佢都唔會放手，因為佢覺得下一鋪佢會贏。識得幾時燒橋，就係要克服呢種心理偏見。唔單止要有知識，我哋要有智慧。講到呢度，我想帶出另外一個重要嘅概念。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呢個適用於好多人生嘅唔同嘅層面。現代人嘅問題成日就係乜嘢都想要，想要成功嘅事業，又要 work-life balance， 又要自由，又想要安全感，想要獨立，又想要親密關係。結果呢，乜嘢都得唔到，因為時間有限，資源有限，精神太分散。日本作家近藤麻里惠嘅怦然心動整理法風靡咗全球。佢教我哋只係留低一啲令到自己有 spark joy 嘅物品。同樣道理，人生嘅橋係咪都應該咁樣揀呢？只係過嗰啲令我哋真正感到快樂同埋有意義嘅橋。有句說話，我諗我哋個個都聽過：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有啲時候，我哋以為自己需要好多嘅嘢先至會快樂，但其實真正嘅快樂係嚟自內心嘅平靜。過少啲橋，簡單生活，可能反而令我哋嘅人生可以行得更遠，有閒暇見到更美麗嘅風景。講到呢度，我想講下日本花道。日本花道唔似西式插花，唔係要成個盆滿晒都係花。相反，我哋重視空間同埋留白。我記得學花道開始冇幾耐，發覺其實每一條枝、每一塊葉、每一朵花都有佢嘅戲。無論佢係客枝，即係通常開得最燦爛嘅一朵花啦，定係喺後面隔離嘅小花小草，其實通通都有戲。甚至我哋剪走咗嘅枝葉或者花，剩翻落嚟嗰個空間，先至係最緊要。嗰個空間先至係最有氣氛，因為呢個空間，成個作品先至會有美感、有靈魂。留白呢個概念好有意思，係一個好值得探討嘅題目。中國國畫都有髻白當黑嘅講法，即係話空白嘅地方同有墨嘅地方同樣重要。人生都係咁，我哋揀咗唔做乜嘢，同揀咗做乜嘢同樣重要。日本花道大師川瀨敏郎講過，引文開始，花唔係用嚟填滿空間，而係用嚟定義空間。引文結束，同樣道理，我哋嘅選擇唔係要填滿人生每一個角落，而係要定義我哋想要嘅人生。留白需要勇氣，係一個講求效率、講求充實嘅社會，選擇留白，選擇唔做某啲嘢，可能會俾人覺得懶惰，或者無上進心，或者好多好多嘅負評。但其實人係需要學習獨立思考、批判思考，唔係路人甲乙丙行過嚟叫我哋去做，我哋就要跟住去做。其實嚟緊希望有機會可以講下烏合之眾同埋另外一兩本書。我哋嘅生活、社會或者唔同嘅社交圈子，其實充斥住好多噪音，或者一啲其實令到我哋好唔理智，甚至會跌入陷阱嘅情況。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去閱讀同埋思考。講返正題，當然我哋要顧及家人同埋一啲真正嘅朋友，
仲有重要關係嘅人嘅意見。咁呢一度就需要溝通同埋能力，仲有尊重。所以人生中識得留白，點樣去留白，亦係要學一世嘅智慧。另外就係 rosy lens 呢個概念，玫瑰式眼鏡，即係過分樂觀去睇我哋遇到嘅人同埋事。好多時候我哋做選擇都係帶住呢啲嘅 rosy lens， 覺得過咗呢條橋，人生就會完美，燒咗嗰條橋，所有問題都會解決。但現實係每個選擇都有好有壞，有代價。佛教講中道，即係唔偏向極端，做每個選擇都應該係咁，唔需要過分悲觀，但都唔好過分嘅樂觀，要好客觀批判咁樣去評估每條橋嘅利弊。心理學家 Daniel Gilbert 喺 Stumbling on Happiness 講過，對於人類預測自己將來會唔會開心嘅能力，其實係好差㗎。好多時候呢個 affective forecasting 情感預測計算上都錯嘅。我哋以為升職會好開心，但其實可能壓力會更加大，令到我哋身心受損。我哋以為分手會好痛苦好慘，但可能反而係解脫。所以做選擇嘅時候，我哋要學識接受不確定性。可能我哋諗到拗晒頭，計晒數，但係結果往往唔係我哋預期，因為無常先至係常態。正如哲學家齊克果所講，引文開始，生命只能夠向前活，亦只能夠向後理解。引文結束，我哋永遠唔會知道另一個選擇會係點，另一個平行時空會係點。諗起蘋果電視嘅一套劇《人生副本 Dark Matter》，裏面嘅主角就喺一個時空裏面得到好多，但亦都失去好多。咁喺呢度唔劇透啦，但係我哋只能夠活喺一個時空，唔行到最尾，我哋都唔會知道真正嘅得失。而呢個正正就係人生嘅美妙之處。We never know。講咗咁耐，都可能都係嗰句：人生冇標準答案，邊條橋要燒，邊條橋要過，只有我哋心裏面先知。最後，不如我哋用幾點嚟到去總結啦。第一，聽從內心，批判思考，唔好為咗迎合其他人而過橋，都唔好因為其他人嘅意見而貿貿燒咗條橋。第二，接受少即是多，唔需要每條橋都要過，選擇少啲、簡單啲，但更有意義嘅路。第三，學識留白，俾時間自己，俾空間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去生活。第四，放低玫瑰式眼鏡 （rosy lens），客觀啲、批判啲咁樣去睇每個選擇，唔好俾情緒主導，同時接受人生嘅不完美。第五，唔好怕做錯決定，因為就算揀錯，都係人生經驗嘅一部分。正如啱啱嗰一集鍛煉之練習作者所講過，唔好後悔之前嘅決定，只係路程行遠咗少少。最後，我想用詩人 Robert Frost 嘅 The Road Not Taken 嚟到做結尾。樹林分出兩條路，而我選擇了人跡罕至的那一條，而這個選擇改變了一切。Two roads diverged in the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人生就係咁樣不斷去揀路、過橋，有時燒橋。最重要嘅係，無論我哋揀咗邊條橋，都要擁抱自己嘅選擇，活出屬於自己嘅精彩人生。多謝你聽到呢一刻。如果你喜歡我嘅分享，好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
多謝你嘅鼓勵，希望你有愉快嘅一日，再見。